風象星座雙子天秤水瓶。2026年4月深度運勢全解釋雲端漫步。當2026年4月的春風拂過大地，空氣中似乎充滿了某種微小而急速的電流。對於風象星座雙子座、天秤座與水瓶座而言，這不僅僅是一個草長鶯飛的季節，更是一場關於心智擴張與社交重組的高頻陣。在占星學的黃大敘事中，風元素象徵住信息溝通邏輯與自由。進入2026年4月，星盤上的風象三角區正被一股不尋常的能量激活。這股能量既有水星在火象宮位帶來的火花，也有木星在風象領地持續灑下的機遇。如果你曾感到思緒停滯，或在繁雜的人際網中動彈不得，那麼4月就是你切換頻率騰空而起的時刻。宇宙正在你的耳邊低語那些你曾經不敢付諸實踐的奇思妙想，那些你試圖聯結卻未曾觸及的靈魂，都將在這個充滿變數與驚喜的月份裏，化作你羽翼下最強勁的上升氣流。第一章，雙子座 Gemini 靈感風暴中的導航者。一總體運勢，思維躍遷訊息即財富。4月的雙子座猶如一台運行內存被瞬間翻倍的超級電腦，受守護星水星在白羊座運行的影響，你的反應速度、表達網以及對新事物的捕捉力將達到年度巔峰。2026年的這個春天，你不再滿足於碎片的知識，而是試圖將它們拼湊成完整的版圖。以事業與個人成長，從雜家到專家的進化。本月雙子在職場上的表現極具傳播力，跨界溝通。你會發現自己頻繁出現在各種會議論壇或社交平台上，你的觀點能精準擊中痛點，成為團隊中的智囊。學習與考證，如果你在4月安排了任何形式的考試、面試或技能培訓，你的表現會非常出色，尤其是涉及傳播科技、語言或媒體領域。警示：速度快固然好，但要小心禍從口出。4月中旬，由於火星的干擾，你可能因為言辭過於犀利而無意中得罪合作夥伴。3財富與物、流量與點子的變現。4月的財運帶有明顯的風象色彩，錢財往往來自於你的口才、創意或信息差。短線機會，你的偏財運不錯，特別是那些需要快速決策的小型投資。社交開支，為了維護人脈，本月的應酬費用會明顯上升。別心疼這些開支，本質上是在為未來的情報網交會費。4情感與社交，在對話中墜入愛河。單身的雙子，你的幽默感是本月最強的脫單利器。一段關係很可能從一次深夜的長談或一組幽默的動圖開始。有伴侶的雙子，本月你們需要共同的智力活動，一起看一場先鋒話劇或討論一個社會議題，比單純的吃飯看電影更能維持感情的新鮮感。第二章，天秤座 Libra 平衡木上的優雅達為一總體運勢。關係洗牌，找回自我重心。2026年4月對天秤座而言是一場關於權衡的心度練習。太陽運行在你的對宮，這意味住你的重心會不由自主地被他人牽引。然而，這也是一個讓你透視合作本質的絕佳契機。以事業與個人成長，在博弈中贏得尊嚴。天秤座在本月的關鍵詞是合約與對等。商務談判，本月你可能會面臨重要的簽約或續約，不要急於答應對方的條件，運用你天生的外交手腕，你能爭取到更優渥的待遇。人際屏障，你開始學會拒絕那些消耗你的社交邀請，這不是冷漠，而是你終於意識到，只有當你先滿足自己時，你的優雅才不是偽裝。審美升級，如果你從事時尚美妝公關或藝術行業，4月你的審美水平會得到質的飛躍，甚至能引領小範圍的潮流。3財富與物，精細化的財務美學。天秤座在4月的財運穩定，但你對美的開銷會增加。政治主義，你可能會購買昂貴的藝術品或進行醫美投資。共享財富，
涉及分紅版稅或配偶財務的情況會增多。確保帳目清晰是本月的重點。4、情感與社交，從客氣到坦誠的轉向。單身的天秤桃花多來自於工作場合的互動，那種既專業又帶有一絲曖昧的張力最讓你注迷。有伴侶的天秤本月容易出現小衝突，這其實是好事，適度的爭吵能打破長期以來維持的假面和平，讓雙方看見彼此真實的需求。第3章，水瓶座 Aquarius 未來世界的孤勇先鋒，一總體運勢，靈魂共鳴打破世俗框架。作為風象星座中最具反叛精神的一員，2026年4月的水瓶座正處於某種變革前夜。冥王星在命宮的長駐，讓你持續感受到深刻的自我轉化。而4月的星群活動則給了你一塊試金石。2、事業與個人成長，黑科技與奇思妙想的碰撞。水瓶座在本月會展現出驚人的前瞻性。技術創新，如果你是在研發編程或社會創新領域工作，本月你可能會攻克一個長期存在的人工智能惡數據邏輯難題，圈層突破。你會結識一些在外人看來怪異但極具天賦的朋友，這些人會為你打開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門。個人品牌，4月適合在網絡上建立自己的發聲渠道，你的獨特視覺會吸引一批忠實的信徒。3、財富與物，不走尋常路的理財觀。水瓶座在4月對傳統的金錢遊戲感到索然無味。新興市場，你可能對虛擬貨幣、環保項目或高科技初創公司感興趣。雖然風險較高，但你的直覺本月異常精準、理性簡約。你開始追求一種數字遊民式的簡單生活，減少冗餘的物轉而投資於數據雲端和虛擬體驗。4、情感與社交，尋找頻率一致的靈魂。單身的水瓶，你對普通人沒興趣，你渴望的是那種能理解你所有古怪點子的外星同類。有伴侶的水瓶，本月需要給予對方足夠的空間。最好的相處模式是，我們在同一個空間各自做住喜歡的事，卻又知道彼此的心在一起。第4章，4月風象星座的共振與危機。風象星座在2026年4月展現出一種集體的輕盈感，但宇宙也為你們設置了共同的通關密語。1、拒絕空談，讓思想駐綠。風象星座最大的弱點是容易陷入大腦高潮而行動遲緩。建議4月中旬火星的催促會變強，請在你的創意清單上選出最可行的一項，立刻執行，不要讓好點子死在筆記本裏。2、情緒的倒流，避免冷暴力的隱憂。當風象星座感到壓力時，習慣用邏輯來武裝自己，顯得冷漠而疏離。應對4月的滿月可能會激發你的情緒底層，試住流淚，試住擁抱，試住承認你也會感到孤單。感性不是弱點，它是連結世界的另一種方式。3、信息過載的防範，數字排毒。4月的信息洪流可能讓你產生焦慮感，應對每天設定1小時的無網絡時間，去吹真正的風，而不是看屏幕上的風，這能幫助你過濾掉無用的噪音，留下真正的智慧。第5章，深度建議如何最大化你的4月運勢。為了讓這股輕靈的能量轉化為實際的推動力，風象星座的夥伴們可以參考以下策略。1至雙子座，專注是最高級的智慧，你的世界太熱鬧了。4月請嘗試練習深度工作，關掉所有的彈窗。當你把散亂的光線聚集成激光時，你能切割任何阻礙。2至天秤座，優雅地閱筆，你不需要取悅每一個人。4月當你開始篩選你的社交清單，你會發現真正留下來的人才是你生命的貴人。3至水瓶座，保持一點煙火氣，你的思想已經在宇宙遨遊，但你的身體還在地圖上。4月多關心一下身邊的人和那些世俗的小事，這會讓你更有底氣去追求你的理想。結語：
在流動中永。2026年4月，對於風象星座而言，是一場關於心靈自由的飛翔。雙子座的你，請在萬千訊息中捕捉真理；天秤座的你，請在繁雜關係中守住天平；水瓶座的你，請在世俗塵煙中遠眺未來。這世間的繁雜雖然令人疲憊，但唯有風象星座的靈動，最能化解沉悶的枷鎖。4月的星空已經為你們打開了最寬廣的航道，而你需要做的就是深吸一口自由的空氣，然後輕啟雙翼，向住那個只有你才能看見的地平線全速前進。4月，祝風象星座靈思泉湧，自由無疆。